心裏面諗緊嗰個佢究竟有啲咩新進展，揀個選項啦。揀咗選項一嘅你同對方嘅關係似乎已經係開始有基礎，穩定落嚟，大家會有一啲共識，亦都開始去思考大家如果一路更加長遠咁樣發展落去會係點樣，開始有一啲計劃性嘅嘢。揀咗選項二嘅你同對方似乎大家都冇咩安全感，成日都會小心翼翼咁，對對方都會有啲戒備，有防備心，亦經常係互相試探，某啲嘢仲可能係會有啲猜疑啊，咁變咗大家嘅真誠度會爭啲嘅。揀咗選項三嘅你同對方似乎可能之前係一個摸索階段，但係而家經過深思熟慮咧，大家都去向住一個認真發展嘅方向去考慮去進行嘅。咁呢一個係會令到你哋有落實啦。大家願意付出嘅話咧，應該係可以穩定落去嘅。記得撳訂閱，撳埋鐘仔，咁多多支持，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。